对阵来自老挝，大家都不知道老挝有人跳 breaking 吗？之前。How many cruising in Laos？ 全老挝只有6个队，咱们中国有多少队？我们办这个活动不是干什么，不是说要争出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必须不能坐井观天，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水平，好吗？我们跳舞要纯粹，这比的是技术。That's right. OK. All right. 老挝对阵香港。李健 versus 李烈。Let's take it to the judges. Hurry!